镜头转来看国内，台中市议会将审查台中捷运的年度决算，到今已经了20亿起啊，占资本额的35亿的7成，恐惊免阁几冬就会甲资本额弄败了，加重市区负担。所以议员就呼吁应该爱增加资产，也是机制来处理。交通局是表示，因会阁建议，毋过嘛会拍拼来增加收益。 民众坐捷运来回台中市区，根据着台中捷运公司的统计，到今年8月全线累积运量有超过2000万人次，这月运量也有超过100万人次，不过也是停欠了钱的状态。机关就伫咧烦恼讲，这对台中市的财务会造成负担。 不太可能等到说第2条这个蓝线捷运来提高运量，必须现在就有所作为。是不是要先减资再增资，然后避免让中介公司的净值太低？原本的预算数亏损要到7.3亿，最后决算是5.9亿，还是有将近5点多亿的一个亏算数哦，我们是感到非常忧心的。 台中捷运公司资本额是35亿，到目前为止已经了20.8亿，占资本额7成。明年后年才有可能把资本额全部吃掉，变作是倒塌。啊，那捷运拉线可能还要10多年的时间才会起好势。机关是认为要赶紧评估要增资或者是机制。市政府表示，除了车票收入，也会尽量找出其他的财源。 不见得是增资啦，那事实上有其他，比如说是举债啊，公司也可以透过举债的方式来因应。现阶段短时间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去推升运量。市政府表示，目前只有一条捷运，比起其他县市经营相对有较困难，会尽力减少亏损，也会研究要增资或者是机制。另外，有学者表示，会当利用通勤月票推动，增加民众坐捷运的意愿。多去研拟一下相关的配套。 比如说，我们把干线的公车怎么样透过捷运的车站的转乘，然后接驳的服务能够把它扩大，才可以减少亏损。李克聪表示，目前捷运了的比预期来的较济，透过行政院交通月票政策以及地方加强转运的措施，希望会当让运量来冲关。地方政府也会研究完整的财务配套，或者捷运永续经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